為咗令更多保安公司、物管公司立案法團解決人手不足嘅問題，咁本公司咧現正推行個保安推薦計劃，只要你哋推薦任何一個相關機構同本公司簽合約，咁推薦人咧就有機會獲得500蚊至4000蚊不等嘅現金獎，當然要視乎規模而定啦。咁任何推薦人咧就唔需要任何成本嘅，亦都冇風險嘅。咁點樣去揾呢啲法團啊或者保安公司咧？其實好簡單咧，每個人佢住嘅地方都一定有管理公司或者保安公司，只要你哋將相關嘅資料推介俾本公司，而當本公司成功同佢哋簽合約，咁推薦人咧就有機會獲得相關嘅現金獎，所以咧就歡迎大家積極介紹有關嘅機構同本公司合作，達到雙贏，又可以解決人手不足，如果局係都可以賺取一筆嘅可觀嘅收入。